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受到风台轩兰诺影响，今日暗时北部、东北部可能开始落雨，气象局也可能伫拜五时阵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日本对9月初1开始，国际放令入境条件增加1天5万人入境，游客只要报名日本的旅行社行程，就当进行观光。行政院宣布，军公告明日无要调薪水，另外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明仔载开会，劳工团体呼吁，即基本工资要起到2万8。受到今年第11号风台轩兰诺外围混合影响，今日暗时开始，在北部、东北部落雨，风台会伫拜四搁再接近台湾。气象局可能伫咧拜五时阵对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照目前这趋势来看，伫拜五大家全台湾拢会落雨，正风这边的北部、东北部要注意风会正大阵。但天气还阁袂歹的时阵，正适合农民赶紧做风台前的准备。因为这批调节产期的大麦适客正伫咧季节，遭拄着风台要来，先套一个网袋啊，外口高套纸袋啊，加强保护，手机也小修剪一个，才袂风头伤着纸。赶紧套袋，不然的话还没套袋，怕那个释迦枝条。会风很大，会导致扫到释迦，后来释迦就卖相不好。强烈风台虽然落的外围混合瓦群，30日拜三晚，北部、东半部会先落雨，风台路线比前一天小可向西边修正，继续向西南西方向山顶东进入琉球海峡，因那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会增强至今年第12号风台，两个系统可能互相牵引，甚至合并。和虽然落的路线会变，在3号之后是一个比较偏北的角度，往日海方向移动。但是如果它的一个路径，因为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如果再往西边移动一些，而且它的一个暴风半径如果再更为扩大的话，其实也不能排除它会再更靠近台湾的一个陆地。气象专家讲，虽然诺风台结构完整，强度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所形成的11个风台里面上强的一个。无论伊最后方向安怎行，所落来几天，沿海拢要注意强阵风，北部加东北部有大雨。未来呢，在这1-2天，它等一下落在台湾的东半边的时候，它会快速的在长大，所以预期它的雨势呢，它的等于是会长胖，所以全台湾呢应该都有下雨的机会。不过还是以它的迎风面以东北部为主，所以东北部的降雨会非常的显著。专家提醒讲，拜四到礼拜，民众若是原本要去山区或者是伫咧北部、东半部海边活动，拢建议要有其他活动的准备，特别伫咧北部、东半部面北的这边，除了雨大，风也正透。受到风台瓦群的影响，宜兰看海洋下船已经确定9月初1开始停开3天。台东来回绿岛，一个台东来回南苏的船帮，拢自9月初1下昼开始停航到9月初3。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关心疫情消息，过来自今仔日，日本土病例搁再破3万例咯，来到34389个本土病例，这病例数一直增加，已经进入到后一波流行咯。今仔日也有21个人死亡，4个囡仔重症。另外，伫9月初1开始，入境旅客会当家己塞车去到防疫旅馆，而且9月初1开始，这第5轮的快筛检名制也开始实行，65岁以上民众也当领到免费快筛试剂。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搁升悬，疫情指挥中心宣布，31搁增加34389例本土个案，甲有期的走向同款，病例数开始增加，可能进入下一波流行。确诊个案当中增加21例死亡，而囡仔重症部分增加4例，其中1例是脑炎，是无做过疫苗2岁查甫囡仔，另外3个是 MIS-C 个案。儿童脑炎的这一例是2岁的男童，8月29号就转入加护病房当中继续观察治疗。目前病况是略有好转。那3个有小朋友数是 MIS-C 的个案哦，那其中最小的是一个1岁的男童，在8月26号因发烧就医检查，有发炎指数跟升高、凝血功能异常的情形。虽然国内疫情搁开始滚价，啊，毋过个人入境增加，指挥中心也搁放量防疫措施。9月初1针对入境旅客，为4大机场包含桃机、松机、小港、台中入境，拢用家己塞车转去，也只是到检疫场所，搁到机场指定动线提车，啊，毋过注意免用租车的方式塞车转去检疫的所在。应先洽询防疫旅宿是否有提供车位啊。如果可以提供的话，才可以选择自驾车去防疫旅宿哦。依照机场标示的入境专用动线到停车场去取车啊，全程需佩戴口罩，
另外，第5轮快筛实名制也伫个9月7日上路，民众上济用买2份10支，用分做1摆，或者是2摆买，每一份500块。另外，满65岁以上老大人用摕健保卡到快筛实名制买据点，免费领1份5支家用快筛。这份免费领的未算入实名制购买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日本、韩国放令入境规定，真侪民众拢打电话去问旅行社。不过要出国拢爱特别注意哦。亲像日本，虽然唔免聘请当地导游，不过也是爱去参加日本在地旅行社因的行程，经过因的认证甲担保，而且要去到日本也都爱申请签证。业者表示讲，目前这签证拢已经排到10月以后了。疫情进前，大家上爱去日本佚佗，即马阁宣布放零观光限制，就要进入秋天赏红叶的大季。不少人听到日本可能要开放自由行，首先的温泉无导游团去入境，拢赶紧打电话来问。都问说，难道我直接上Agoda或是做那些订网的平台，去订完饭店就可以直接去了吗？我说没有啦，你还是得去日本，还是必须也有签证。你要旅行社担保，然后你要投保他的保险。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时候，帮你担保的旅行社要有负责处理生病，然后通报。业者表示，日本政府宣布是类自由行，不过还是需要申请签证，而且部分航点无直飞，再加上机票起价也是影响佚佗的意愿。虽然日本已经开放旅行团入境，台湾的禁团令也未解除，旅行业也免替旅客规划行程。基本上我们这边来讲，就是他不能安排，所以他只能提供资讯，由旅客到当地他自己去找当地的业者去报名，参加他当地的 tour 而已。观光局提醒民众，若规划去日韩自由行，爱注意上新相关规定。目前台湾旅客若要入境日本，9月7日开始做3期疫苗，用免提入境进程 PCR 证明。台湾是低风险国家，用免隔离，不过依然需要申请签证。但旅客入境韩国是免签到10月，同款是免隔离。9月7日开始，也无需要定期进行阴性报告。另外，指挥中心强调，台湾也是会照顺序开放，首先调悬入境总量。若上限到6万人，会考虑开放部分团体；若疫情稳定，阁考虑入境零加7。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去年考虑到经济成长率创下历史新高，军公到今年薪水是调4%，外界也伫咧关注讲，敢有机会继续来调咧？行政院今仔日宣布，军公到明年无要调薪水。宣告总调即期讲，政府无考虑到物价，也个民间企业平均薪水，干那考虑到财政负担。全国公务人员协会是希望政府就要建立透明健全的调薪机制。军公告今年调薪4%，差不多102万人受惠。外界关心明年是不是可能搁起？不过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考虑国际政府财政收支查底继续扩大，疫情控制加产业纾困的需要，建议明年卖调整，搁得到行政长苏进昌协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们无奈，但是也只能接受，不是吗？还是期待我们的调薪能够有建立一个健全透明的机制，然后有我们军公教团体的代表可以参与的制度。另外，军公告调薪的状况，2012年了后，分别伫2011年、2018年、2021年调薪过3%、3%甲4%。大部分是考虑到整体经济情势，政府财政收支才进行伫稳准的范围之下宣布调薪。不过最近物价通货膨胀真厉害，互军公告是会甲食黄连同款。另外，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即期，政府无考虑物价，民间企业平均薪水企业互多者的数据，只考虑到财政负担。蔡英文总统前几天才在脸书上面宣称，明年的预算是史上最高，还债做最多，社福最多，国防预算史上最多，代表政府的一个财政是无语。政府要政绩，就把军公教的一个调薪丢一边。全告总表示，政府爱政绩是正常的，不过因为要政绩，就将军公教的调薪撇一边，这完全是无顾军公教的权利甲尊严。记者综合报道。关系到劳工薪水调整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明仔载开会，劳工团体今仔日先去到劳动部外口呼吁，要求劳动部长柯明春要大额加明年基本工资，对目前的25250块增加到28000。这当地的总统蔡英文落任进前达成以3万块梦想。
不过工商团体拢主张讲，这疫情严重冲击到产业发展，希望起较少，甚至是卖起。劳动部表示，也是会尊重这委员会审议结果。万物皆涨，万物皆涨，基本工资也要涨，基本工资也要涨。华口湖希望政府听到劳工的心声，因为关系劳工薪水调拨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估计初期要伫咧劳动部举行。目前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25225，劳团早起到劳动部外口开会，要求劳动部长柯明春态度较强烈，将明年的基本工资调到28000。物价上涨，我们通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多劳动力的所得都被这些吃掉了。目前，我们周边国家，不管日本、韩国，我们的基本工资是最低的，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说低薪是狗屎，我觉得没有错。去年伫咧审议委员会开会进前，劳方主张爱起8%到10%，一个月薪水调到26400，一点真久的薪水是176块。因果资方认为疫情影响经济，希望卖起。即便劳方主张起到28000，照法度伫咧总统蔡英文退会进前，达到伊基本工资3万块的梦想，资方也是坚持卖起。我们希望说微幅调整，渐进式的来做。要不然会很多工厂会停业关厂，或者说无薪假，不是对劳工有益处啦。疫情期间大家都很艰困，是不是请政府这一次呢能够动掌，不要调整？工总伫咧会前提出调查报告，讲76个企业接受的起报伫咧3%以下，因过上总的调查显示，有68个企业无接受调起。共同的想法是因为今年下半年制造业景气会反转，就不好，所以我们对效果就比较在意。那像商总基本上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内需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一直反对调了。担任审议委员的学者讲，劳资双方拢有家己的主张，对劳团甲工商团体意见，劳动部讲基本工资调整的情形，尊重委员会的审议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咱来看地方的选情。桃园选情一直有超级风波爆出来，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甲农委会请的研究计划也牵涉到抄袭。伊本人表示讲，若准有分到钱就退选。另外，今仔日去登记参选的民众党赖香玲，伊也批评那两的政党拢是为着政治伫咧做拍算。选举行程无因此次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到关心参观环保机能纺织品甲防护衫，针对做防疫护送期间研究计划牵涉抄袭，伊话写若是有分到1仙钱就退选。那5700万的经费，如果有1块钱掉到我口袋，我就退选。我非常有把握，大家也知道说宏基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公司。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文平表示，研究案经费有5700万，不是一般研究案规模，不应该只是复制搭起来。这个案子我看起来已经到了应该值得去大家第一个行政调查，第二个再看看说是不是需要去侦办，或者用司法的方式来还大家的清白。宏基也发声明回应专案内容，除了照国外实际执行方式及结果，更包含实际导入新技术，在场合内底进行验证。举办检讨会甲座谈会等，农委会是表示会成立调查小组。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先来厘清跟确定这3年的报告，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势？民进党政治委陈宝清批评民进党力头比其他对手较强，伊表示宣布参选桃园市长唔惊面临党纪处分，伊表示参选到底，要留民主的火种，恢复民主的精神甲机制。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一个公平的民调，他不肯嘛，所以他现在出来讲说，我输了10%，这种叫是公然说谎。个人参选哪里有重要？你那民进党的价值不见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痛。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香玲是伫31早起完成登记，伊画下桃园未来为桃园新政治开始，不是跟人选拿掉。为什么我们的桃园在市长的这个人选上面，两党都是以政治的计算、政治的利害来做决定？
而不是为市民的利益、市民的福祉来着想。各地先过挂布条叫张善政替选回去的行程，立行民工抄袭，张善政也回击立行是为林体检论文抄袭来操作，抹黑本土产业。桃园选战是拍抄袭战，佮加上地保清投入选战刷大提档，3人赢得到桃园选民的支持，拢爱国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竹市的选战，国民党林经仁今仔日登记参选，发出要互新竹市加做幸福社区。顶日已经登记的高虹安，今仔日也提出社会福利政见，要强化社会安全网。那民进党的沈慧虹今仔日也推出环保政见，要推动循环经济。沈慧虹伫明仔载也去登记参选。国民党新竹市党公职陪林经仁登记参选新竹市长，新的县长杨文科嘛到场支持，除了希望两个人拢会当选，未来共同推动县市合作。林经仁讲，要让新竹市变做适合人大的幸福社区。新竹要成为幸福的城市，教育的品质要提升，交通的问题要改善，学生和护理的安全要强化。已经第29登记参选的民众党高虹安，31担任社福团体一日之工，探望独居的长辈。伊表示，若是当选，会增加预算，强化社会安全网甲长照服务，让独居的长辈在内弱势族群得到更加优质而且有尊严的照顾。新竹市确实还有许多独居且弱势的长辈，需要更加完善的照顾与规划。我们也将运用投入更好的社会福利的政策及预算，来强化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民进党的沈慧虹是推出环保政见，要延续进前副市长任内打造全国头一座高效率喷的处理厂政绩，未来会加强回收，走向循环经济。另外，我们会使用大数据的一个研判，那透过 AI 跟 IoT 车联网、物联网的整个的结合，我们会把回收车的数量增加。沈慧虹也提出活化安排场计划，建设环境教育空间，伊要伫初1登记参选。这场选战目前最新的民调，回流新闻网2月发布高虹安24.5%领先，林经仁21.6%排第2，沈慧虹是21.1%。不过这个民调误差是正负3%，三人的支持度会当讲正活，三脚队的选情正激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金要拼连任的彰化县长王惠美，也有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南投县长参选人蔡培辉，伫今仔日就完成登记咯。其中蔡培辉这期，国民党的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伫咧做南投市长任内，这废土的坑大场内面呢，有一款有毒的废弃物涉嫌暗砍枪伤。不过柯淑华的阵营已经请律师要解决啊。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接走基层，争取乡亲的支持。因讲除了论文的争议，另外也个指控柯淑华伫咧南投市长任内，经手的气路场带有毒的废弃物，也涉嫌包庇枪伤。柯淑华阵营31已经请律师提告，意图诉任不动产定罪。他在用这种抹黑的方式传达不实的讯息，我一定要对他提告。未来我们两个如果对于本案还有意见要表达，我们一起对簿公堂，对着法官说。民进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蔡培辉由支持者陪同，31日南投县选委会登记，正式投入年底选战。对柯淑华阵营要改告，蔡培辉批评是对手选情无好的手段。我欢迎他来提告，而且我希望司法会给予公正、公平、公开的判决。许淑华他紧张了，要不然过去我们怎么样的跟他提问，他都不闻不问。南投县长两位女性参选人共同激烈，因为彰化现任县长王惠美是伫13个医疗团体成员下宣传防疫成果。除了感谢4年前乡亲给予机会，也强调会替彰化带来更加侪活力。惠美啊，即马伫县府，即马当是教授，未来县政府伊的成长，伊是等倍、等级数的一直持续向前。苗栗县这边至少有4个人要选县长，选情正紧张。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金由桃园市长郑文灿加竞选总部主委关建明陪去登记，讲有信心会秉持苗栗。代表民进党选云林县长的刘建国是请已经56岁阿妈级的支持者陪去，宣示讲会甲基层徛做伙，有信心会当赢选战。记者综合报道。
你来看台北市的选战，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不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拢经伫咧8月31早起去登记参选。黄珊珊甚至邀请其他候选人来进行政策辩论。来讲到新北市的部分，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是邀请侯友宜邀请来辩论，邀请佫落改，不过侯友宜也回应讲，该做拢会去做。提出保证金的小股，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由前副总统陈建仁陪伊去登记，掩过伊说的社会福利政策，那被拢批评是一变性的压钱。这个估计就要4亿多，到底这个部分你的政策目标是什么，都讲不清楚。提供坐月子的补贴，但对年轻夫妻来讲，难道做完月子之后相关的养住你都不管了吗？但我想市长还是要带给市民希望。如果还没有做，就觉得每一项都会失败，那坦白讲，这样的对于市民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公布将给纳入恶斗的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请郭文哲陪去登记参选，同时罗建贴邀请各候选人辩论政策。从今天开始，只要开始登记了。所有的候选人都已经就定位了，希望大家都能站上辩论台，提出自己的政策理念，让市民来看。早起，台湾卫星台北市长参选人苏焕智也已经完成参选的登记。在新北的选战部分，领赢参选人林佳龙要对手辩论，侯友宜讲应该做的拢会去做。透明公开的一个选举的方式，我相信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会去做。那请他不要再用这种模糊其词啊，在回避他到底要不要接受我的邀请，不管是中选会这个里面的选项，还是由媒体跟公正的第三方所主办的辩论。对侯友宜讲，4年前有甲迄当阵的对手苏贞昌辩论过，林佳龙批评伊是骗人，迄当阵是政见发表会，唔是辩论会。对此侯友宜选举办公室讲，侯市长伫咧4年前就是高山辩论式的电视政见发表会，唔通乱泼政治垃圾水。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巴契夫，因为伊破病真久啊，30伫病院来过身，食到91岁。罗西亚总统普京表示哀悼。另外，美国、英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元首拢学罗戈巴契夫的政治成就。不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巴契夫是结束美国苏联冷战的关键人物，伊也帮助着两个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不过，对前苏联的人民来讲，伊是一个改革失败、制造国家死线的罪证。91岁过身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人生最后几年健康情形无啥好，一直出入病院。媒体报道，戈巴契夫6月因为腰椎病断医治疗，甲死亡原因是毋是有关系，有关确认。Поэтому больше деловитости, больше демократизма, больш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сти и дисциплины. 戈巴契夫是苏联时期最后一任领导人，1985年就任了，无到7年的时间，对内推动国家开放甲经济重建，带旧苏联跨出国界线，积极甲欧美西方强权建立伙伴关系。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不当面讲，戈巴契夫是会当最能合作的人。戈巴契夫1987年甲美国总统雷根签中停核武飞弹协议。2年了，甲老布希总统签减少战略军武条约，同一年必定像毁灭杀倒。戈巴契夫决定无使用武力工具，互当时着最后会当统一。伫咧20世纪末期的国际外交史，戈巴契夫有正重要的地位。伊终结美苏冷战甲核武对峙，促成东欧国家脱离苏联统治。不过伫咧内政改革却因为管控不当，和经济衰退。共和国联邦也因为反共产党宣告独立，鹰派共产党伫1991年策动政变，戈巴契夫被软禁，伫咧推动民族主义的叶尔钦调停下，正紧就结束。不过戈巴契夫宣布辞掉苏联总统下台，苏联帝国也因为分裂势力的扩张，最后崩解。His tragedy is in a sense that he was too decent for the country he was leading, and trying to lead in the direction of overall decency. 失去政治舞台，戈巴契夫1996年刚出来选总统，不过得票率上低，重返政坛的美梦破灭。历史看待戈巴契夫的评价是有功有过。
西方的领袖拢认为伊改变苏联的命运。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讲，伊是值得信赖也个尊敬的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伊对和平的承诺，改变欧洲的面貌。英国首相强生俄罗伊的勇气，尤其伫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时阵，戈巴契夫当年对苏联的民主开放坚持是国家珍贵。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中共20大伫咧10月16日召开会议，习近平按算会伫咧这个会议内面呢，当选第3任的中共总书记，继续稳固伊的势力。不过，中国高层可能会全部改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做2届做满了。纽约时报也分析讲，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阳加国务院副总理吴春华是接班的人选，不过王阳的比率比较高。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中共20大10月16日要伫北京举行，预期政治局7个常委人事会出现变化。习近平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这第3任总书记的做法也拍破前2任领导人连任了后落台规范，伊会输无前例广告权力。10月16号比预期的都提早哈，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基本上代表着中南海本身有相当的共识，那也代表着习近平的意志可以被贯彻，所以我相信，在这次北戴河会议当中，习派应该取得相当的胜利跟上风。20大关系中国权力结构高层全面改组，尤其委员有7项8项按规则，也就是67岁以下留任，68岁以上退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可能落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任届满。纽约时报分析，现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阳加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是下一任国务院总理的可能人选，王阳出线几率是较悬。胡春华因为毕竟更年轻嘛，那么可能理论上从习的角度来讲，再更好控制他吧。因为汪洋毕竟跟他算是也算是同一世代的。定数判认为李克强年岁还未到，有可能破例留任，无法度定论。不过习近平未伫中共20大确认接班人，这可以用伫未来几年保持家己影响力。伫对外人事部分，外交部长王毅是不是出台用吉持享受主义，会牵动大海局势甲中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当然，王菲已经过身25年啊。虽然落尾伊离婚，佫再发生车祸，36岁的王生，不过伊做善事的形影，互人是真笑脸。The world gets its first full glimpse of the fairy tale princess. 1981年7月29日，戴安娜王妃穿这束梦幻婚纱，甲查尔斯王储伫圣保罗大教堂结婚，自这起全球出名。为一个本来行见笑的查某囡仔，变做全球上受人注意的公众人物。伊身躯一领有8.3公尺长军旗的象牙白丝啊婚纱，佫较出名。无想到进入王室的戴安娜，婚姻却因为第3者卡米拉充满痛苦，逼伊伫1996年嘛就爱离婚。无偌久了后，佫发生互人遗憾的悲剧。1997年8月31日暗时啊，戴安娜甲迄个时阵埃及的男朋友去巴黎佚佗，由司机驾驶的车伫一位磅空高速冲浪，车辆全毁。迄个时阵，一个医生拄好开车为对向经过，赶紧落车救人。She was unconscious and she had at the beginning she had difficulty to breathe. With my respiratory bag, she breathed a little bit better. She regained a little bit more energy, but she couldn't say anything. 这个医生讲，迄个时阵无认出所救的是戴安娜，佫较无想到，竟然几点钟后就死亡。事后调查发现，担任驾驶的保镖酒测带严重超过标准。不过，这个人较早毋捌有啉酒开车记录。若是车祸原因，是毋是真正甲媒体逼车有关系？真侪年来，原来有真侪无共的讲法，连英国王室原来互人怀疑。She was an exceptional and gifted human being. In good times and bad, she never lost her capacity to smile and laugh, nor to inspire others with her warmth and kindness. 戴安娜的丧礼后来伫西敏寺举行，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人拢出面悼念。虽然已经过25年，戴安娜积极做善事，南爱滋病童甲孤儿，协助战乱清累者行动，到即嘛也互人真怀念。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为着要防止这网络社群平台正做帮助性剥削未成年囡仔的凶手，澳洲监管机构30发出法律文件，予并且保公司、Meta 等7间网络科技业者，要求因爱分享平台禁止犯罪策略，若准唔食就该罚钱。So we're issuing 7 notices today to major technology giants and sites that we know are being used to prey upon children or are being weaponized through live stream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sexual extortion for profit. Now, these include Microsoft, Apple, Meta, WhatsApp, Skype, and Omegle, which is known as a playground for pedophiles to be hooked up randomly with young people. 澳洲为了要保护网络安全成立的监管部门，30第一遍实行一个生效的新法，强制要求7大网络科技业者伫咧28天内公开因安怎伫咧家己的平台顶组织剥削儿童的内容，分享检测加删除的防范措施。若无安尼做，这家公司将会一天被罚555000澳币。 换算代票一天罚1100华元。 And if companies aren't doing enough to tackle illegal content and the rape, torture, and abuse of children, then what else are they letting happen on their platforms? 这款行动会当看出澳洲自2021年以来对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强硬态度。相关内容包括要求 FB 等平台刊登其他媒体内容就要付钱，要求平台要交出发布诽谤内容使用者的详细资料。对于这边的要求 ，Microsoft 讲会伫28天内回应 ，FB 是讲会尽量配合，也若 Apple 是也无回应。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 中共的无人机扰乱金门马祖真侪届，总统蔡英文下令要有较硬反制措施了后，金防部长头一届施行实弹射击驱离，而且调亚拢要求国防部要定出处理 SOP。面对中国对台湾一直恐吓，国防部有送到立法院的一个中共军力报告书也指出讲，解放军增加非军事行动，利用这航空器、无人机，也佮有探空气球扰乱台湾，也透过着海钓船、海賊船来加强战场的经营。 中国无人机最近真侪届侵扰金门马祖空域，不过国军进前大部分用信号弹加警示，外界批评态度伤软。总统蔡英文下令强烈反制了后，金防部针对中国无人机30下晡再一次进入二打地区，头一届实施实弹射击赶走。部分条约拢伫质疑国军警政署航空暂停政府，拢有各位无人机干扰请，是安怎袂使先定用？若驱离无效的时候。 我们判其对我造成威胁时，我们将按照程序来实施接战的航机，并且依例来遂行自卫权反击。结果要等到总统出来讲话，然后国防部才有作为，那这样要如何应对任何突发的状况跟危机呢？军事专家表示，对无人机用硬塞开枪反制，也比袂过干扰请进行大规模信号干扰。守军呢有什么武器啊？当然就是拿起来打了，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哈，不要去想说这个会触犯中国军人呢，不要太多政治算计。另外，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指出，中国一代攻击无人机30下晡为东海经由Okinawa甲宫古岛中央的空域，转往台湾花莲外海。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战机起飞监控。国防部111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讲，中共歪插海峡中线沿岸区域突破第一岛链，扩展到西太平洋。报告显示，目前共军的两栖正军登陆稳固，甲后勤能量不足。这个特别增加非军事行动，中共唔但用航空器、无人机、探空气球侵扰台湾，也加入海钓船、海賊船，加强战场经营。在成平时期呢，就在我们具有战术重要性的海域。在那边进行相关的情报收集，甚至于是水文环境的调查。没有进行捕鱼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海巡署其实也找不到很好的依据去处理。面对中共以背信压唬军人的做法，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结合渔船、海上民兵、海警等，伫台湾西南海峡，甚至是海峡中线当边发动联合维权，建议赶紧补足法源依据，让海巡单位会当有更加方便的应变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华航伫昨暗开临时董事会，通过买16台波音787客机，按算2019年就当开始交机了。外界认为讲是因为今年4月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参议员葛里汉和这个华航压力。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这个采购案伫2018年就开始规划了。We hope you buy the 787. 美国参议员葛里汉4月带团来台湾访问，拜会总统蔡英文的时阵，伊表示希望台湾购买波音787。华航30举行临时董事会通过决议，要以总值无超过新台币1400亿来购买16台波音787至9的客机。甚至因为政治压力，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这是华航为2018年就开始规划代志。主要还是在于华航就它营运，还有这个飞机对它公司营运的帮助有多大所作为的一个决定哈，也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一个飞机进来还是一个长久的经营啊，也不会说为了短期的压力就来做这样的决定。强调无什么压力，毋过前技术是讲用波音787代替特别独役的空中 A330至300型客机。会搁较增加人力转换训练的成本。目前中型甲商务航空也拢是选择采买空中巴士，原因就是波音的造价较贵，空中巴士比较起来较经济实惠，而且同一个航空公司使用同一个机种，也是上好的选择。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采购了787。我相信这个它的这个成本上的一个耗损哈，还有燃油哈，燃油，因为毕竟还是空巴，相对来讲它的燃油省油性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其实让我们航空界来讲是蛮意外的。波音737 MAX 捌传出有安全设计的缺点，波音的名声也因安尼受到影响，连带打击飞行员的信心。华航回应，评选主要是注重新世代客机设计甲营运效益，以及业界即马甲未来市场介意的程度。波音787至9的客机整体效益甲综合分析，评选结果是上好的。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的中小学伫昨暗开课啊，毋过是继续依持这一班一个囡仔，若阵确诊，全班就要停课3天。教育部统计到今日下晡3点，全国有21个县市，583间学校采用部分班级停课，13间采用全校停课。有家长直咧讲，这疫情当咧压悬，因心内有准备，只是无想到讲拄开学就停课。甲斗球队的同学对练，讲互国小斗球队的囡仔，礼拜3社团活动正常训练，才拄开学，无人想要确诊，也是因为班里的同学确诊又搁停课。不过校统计，开学第2天，全校73个班累计4班停课。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家庭的传染而带来学校，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了以后就是要停课3天，以现在的规定。因为目前学校都有做一个比较好的讨论跟开会，遵守政府学校给的这个方案去走，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保护老师跟孩子们。台北市到31中昼累计有98间学校108班停课。那台北市全台中小学幼儿园有一寡确诊个案，住伫新北市的陈小姐上班前已经甲囡仔送去幼儿园，9点外接到通知，讲班里的同学确诊，要停课3天。先请阿妈帮我们把小孩接回家，这样子也知道说，因为最近有一波疫情，所以会停课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所以大致上心理上也有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陈先生是透早准备送小学1年的查某囝去上课，出门前才接到停课通知。我觉得就很纳闷的地方是说，那你说9月12号开学之后就不用停课，那你为什么不把整个暑假延到9月12号再开学就好了？早拄开学搁停课，互部分家长未负处理。面对疫情变严重，10日开始校方采用体检代替隔离，不少相信家庭表示支持，偏向正常生活。国小的校长是讲，到时阵难免有学生囡仔请防疫假，已经请老师做好各种教学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农业物产馆这个月19开始使用，却因为这几天下晡撞到这西北雨，有民众看到这物产馆3楼半的户外回廊在积水，甚至规楼梯都变甲亲像水墙共款。农业处接到通报了后，随请厂商运沙包来挡水，未来也会请厂商呢，伫咧楼梯头做一个防水闸门，确保饮水情形不会再发生。
外口落大雨，内底积水正做小水墙。屏东这几日在中昼过后出现地势强降雨，这个月19日启用屏东农业物产馆，预告互民众看到3楼回廊排水未赴，积水一路向腋下冲。这位民众差一点触倒，网友看到也讲这是新的储水道。好像是1.4亿还1.3亿哦，可是做成这样子是观景台啊，或者做成这样子是真的有待加强，而且人民的钱，我就觉得蛮夸张的，因为它排水全部都是往那个楼梯灌进去的。物产馆积水的3楼楼梯口甲回廊算是半户外空间，虽然有只雨棚，不过楼梯口边就是户外观景台，雨也是为观景台甲回廊两边破一摆。楼梯间对外壁面是一格一格防雨共款挡皮条。目前屏东农业处已经请厂商运山包来应急。短时强降雨真的是难免啊。经过一天，今天整个场馆整个都已经是干的，至于说怎么样去因应这个短时强降雨呢？我们开馆后我们会再做评估做改善。农业处解说，观景台甲楼梯间路漏水口是强降雨排水才未赴，下礼拜会请厂商伫楼梯口设防水门。官府虽然承诺改善，不过开1.7亿外，佮提到国家倒关建设又一种的物产馆，拄到地势强降雨的淹水，也互民众感觉真落差。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昨开学啊，不过伫咧苗栗的私立大成高中，因为学校经营袂落去，因就赶紧甲学生转到北京。大成高中对去年11月开始就欠老师薪水含一寡厂商的汇款，即马学校只剩3个老师。教育部也正咧了解这间学校的状况。全国高中以下各级学校30号开学，但是苗栗县私立大成高中连续2天校园拢无啥人，因为少子化甲经营不善的影响，发袂出薪水甲汇款，全学校只剩3名老师，因此无法度如期开学上课。蛮无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那其他就是财务的困窘嘛。教职员是相当无奈，因为大成高中创校76年，是岛份地区知名的私校，包括苗栗县长徐耀昌、前新竹县长邱正春拢是校友。校方表示，除了因为少子化甲设备老旧的影响，学生愈来愈少，当年还阁要纳360万块的地租。去年11月开始就陆续发袂出老师的薪水，厂商汇款也欠了2000万，教师为着生活纷纷拢离职。原来25个员工17位提出辞呈。还剩下8位，只有3位老师加校长4位，那其他一个是工友，2位校安人员，一个是辅导室的特教这个行政助理，所以这个校方决定没有办法开学。7所学校有向其他的一个学校来做一个课程衔接的一个询问。那目前针对我们国中技艺教育111学年度的部分是没有受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校方已经向教育部各教师来反映，而且协助学生转介到附近的中兴、商工等等的学校。另外，甲大成高中合作的7间国中技艺教育课程，也找到其他的学校来接受，学生的权益无受到影响。经过校方及董事会讨论以后，学校决定在尊重学生及家长意愿的前提之下，111学年度辅导全部学生转安置到邻近的其他学校继续就读。各教师表示，已经邀请专家组成咨询小组，到学校提供专业的咨询意见，后续会协助完成学习的变更等等相关作业。记者苗栗报道。台南安平往回片湖马景的船帮列那轮去年是有新的航线，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先暂停起来。今仔日恢复营运路，也开放这白牌甲青牌乌托摆会当上船，可能是因为有风台特别来啊，这游客人数有变较少。游客乌托摆透过轮船的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一台一台往轮船顶干来运，准备随着游客到皮航的马景展开旅游。31号一透早，台南安平驶往皮航马景的尼那轮第3度复航，探到疫情趋缓、首波坐船的游客，嘛讲真方便。很酷，真的好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体验的。从这边去澎湖，不用跑到布袋，这样对台南人来说很方便。尼那轮去年4月2度复航的时阵，开启安平马景的航线，但是煞遇到新冠肺炎的疫情，新运停航。这次复航嘛开放白牌以及日牌的乌托摆，以随身行李的托运方式来上船。它航行的时间到这个安平到马公呢，它其实航行的时间也相当的快哦，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
平安顺利抵达马公。那当时公司引进这个船舶，也是希望说把外国这种比较，就是真正的旅游的客船带进台湾，不像是一般你有搭船只，我是做交通船的概念。目前的航班逐礼拜三、拜五往返，不过今日受到风台影响，以及安平港因厝的管制限制，卖票状况并不如预期。一透早坐船的人数敢若有900人，而汽车坐船的问题，是因为受到马金码头雨地影响，无法度解套，因此无开放汽车坐轮船。以往嘉义布袋以及高雄嘛，拢有轮船往返。现在又搁加了一个台南，直驶马金，嘛，互游客加了一个选择。机长政府淡报道。人讲世间讲就是食酒甲分风，食酒虽然是会使，不过食了后就唔通造成别人的困扰，家己去赛车害别人造成家庭的破碎。也讲到这个食酒赛车新制度，伫3月31开始施行咯，这伫车顶的其他旅客处罚也会加重。高雄警方伫2到半暝4点外的时阵，有查到一台违规倒弯的车，也发现讲，这个驾驶毋但是食酒赛车，佮载3个朋友，也甲这个驾驶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另外3个旅客因为共款是看这个驾驶食酒赛车无甲扣款，有关爱罚6900万5块。白色汽车因为无等倒弯的顶着转弯，互警方抓落来。高雄前警派出所29号半暝4点外查落来一台违规倒弯的车，结果驾驶一落车，警方就闻到真重的酒味，车顶煞搁载3个朋友。开我就好了。同车的每一个都要开啦，他们都知道有喝啊，都知道有喝，还不劝他一下。驾驶一直纠正，4个人拄仔伫 KTV 饮酒唱歌煞，要转去饭店。驾驶自认啉较少，自愿要开车，但伊道交条例规定，只要驾驶酒测超标，同车人拢爱做罚款。3月底新制上路了，罚款更是加重到6000到15000块不等。本所针对3名同行友人，依道交条例第35条第8项分别取缔，各裁处6000至15000元罚款。除了共车朋友爱罚，驾驶嘛妨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警方除了提醒民众唔通酒驾，嘛呼吁做伙出游也是食饭的共车朋友应该扣劝驾驶，以免做伙受罚。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后礼拜就是中秋咯，不少人拢会开始送这个中秋礼品。不过有民众反映讲，真无简单，才拄买到这真出名的月饼，想要分享给伊的亲戚朋友。对于中华寄出来，经过1礼拜，新竹的朋友也会收到。原来是新竹地区的邮局最近有员工确诊，影响到这包裹运送速度。货车来来去去，人员嘛无闲咧准备出货。中秋节真侪人拢会透过邮局送礼物给亲戚朋友，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礼盒对寄出去到今嘛已经1礼拜的时间，朋友拢无收到，真惊等对方收到物件的时阵，拢过期去啊。8月14日，好不容易买到8盒彰化有名的月饼，想说寄到新竹分享给亲朋好友，结果今天8月30日了。还没收到，已经7天了，保存期限也可能过期了，真的很无奈哎。根据了解，新竹邮局第一届疫情内底，或者配送的人员，拢总有10外人患着新冠肺炎，为这礼盒的寄送去互耽误着。中华邮政表示，目前已经咧想办法解决。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我们的确诊的同仁是有增加的哈。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很快就启动我们的应变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加强我们同仁，请同仁加班来投递。到上个礼拜为止，我们的包裹一切都非常的正常的在投送。邮局表示，受到疫情影响，再加上中秋节送礼数量增加，确实面对真大的挑战。冒请员工加班到3天，请民众多多包涵。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讲到古国的加警服务到达已经有15年了，为了要应付各种的地景地形，因的设备一直进步。今年也有新一代加警翕相机加入，会当翕到更加有路的画面。
应该真侪人拢用过 Google 的龟仔路的相片服务，这寡相片拢是这寡龟仔路风景车一个设备所翕的。为庆祝龟景服务15周年 ，Google 送出这台蓝色，敢若有一双道理白酒的龟景翕相机，会当甲路翕甲更加清楚。那时间等到15年前，上早的龟景服务装备拢较简单。Larry Page took a video camera and stuck it out the window of his car, and he was talking to some of his colleagues at the time, saying, "I bet we can do something with this." That was the start of Street View. 要啊，工作人员甲龟景摄影机踩伫咧车顶，一个这种硬拍的翕相機，车驶袂到的所在就由人拍翕。要若伫咧冰天雪地所在，就靠这台雪地車。So we took this system that we had developed to get some great imagery. We decided to make it work on ski slopes and on snow trails and on snow roads. So we put it on a snowmobile. 15年来 ，Google 用这款龟景车甲工具，翕超过2201张龟景的相片，范围超过100个国家甲地区。所落来 ，Google 也会使沉浸式的龟景，会当互使用者体验行入去建筑物内面，希望互大家更加侪方便甲无同款的感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